Hello，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哋貓貓研究所嘅節目，我係你哋嘅主持人阿貓。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可能有啲人已經唔係好記得，但其實好有溫度、好有故事性嘅日本品牌三洋電機。首先咧，我要講清楚，三洋呢個品牌已經消失咗。佢曾經喺日本白色家電最輝煌嘅年代，同 Panasonic、日立、東芝、星寶呢啲大名鼎鼎嘅日本品牌並駕齊驅。可能你細個時屋企嘅某個角落仲擺住一部三洋洗衣機，或者你用過三洋嘅 cassette 帶機聽歌。無論你有冇聽過三洋 Sanyo 呢個名，背後其實係一個關於家族情義、個人膽識同埋一個時代巨輪點樣演過一個龐大帝國嘅故事。而家我哋一齊坐定定返去20世紀初嗰個充滿挑戰同機遇嘅年代，重溫三洋嘅故事。大家好，我係阿貓，我係貓貓研究所嘅主持人。貓係充滿智慧又有靈性嘅動物，我會好似貓貓一樣充滿好奇心，捐窿捐罅去揾一啲經典又精彩嘅商業故事，同埋令你有所得益嘅個人成長心得。如果你對呢啲內容都有興趣，就記得訂閱貓貓研究所啦。第一章，從下行之助最得力助手，我哋嘅故事要由一個人講起，佢叫井直穗男。1902年喺日本兵庫縣一個叫淡路島嘅地方出世。淡路島一聽個名就知係個四面環海嘅地方。井直穗男嘅屋企咧就係做海運嘅，所以佢細個咧就已經喺船上幫手。有一次佢經歷咗一次船隻爆炸，差啲就冇命。好彩大難不死，或者可能係呢種鍛煉令到佢年少嘅時候已經好成熟同獨立。之後咧，佢入咗一間改變佢一生嘅公司，就係由佢姐夫松下幸之助創辦嘅松下電器。松下幸之助，我一定要介紹呢一位大人物，佢就係被日本人稱為經營之神嘅松下電器創辦人。直到今日 ，Panasonic 喺咁競爭激烈嘅環境之下，仍然係日本最強嘅電子產品生產商。而井直穗男咧，絕對係松下初期發展時期嘅重要人物。你要知道咧，佢唔係普通皇親國戚咁入去做個閒職。根據 Panasonic 官方嘅歷史記載，喺1917年，松下電器其實係由松下幸之助、佢太太同埋井直穗男三個人一齊創立嘅。所以井直穗男咧，由第一日開始就係創業者，唔係打工仔。第二章，17歲嘅東京大冒險。好戲開始。喺1920年3月，當時松下幸之助做咗一個極之大膽嘅決定，佢要派井直穗男一個人去東京開拓市場。嗰陣時，井直穗男幾多歲？17歲。大家試諗下，喺100年前，一個17歲嘅後生仔要由大阪獨自去東京闖蕩，係一件幾咁困難嘅事。當時嘅日本呢，有一個好強烈嘅地域觀念啊！東京人呢，覺得所有最好嘅電器都應該係東京製造啦。對於一個嚟自大阪嘅品牌，佢哋係抱住好大戒心。東京人覺得關西人粗魯又冇文化，做唔出好嘅產品。佢要說服東京嘅零售商去賣大阪製造嘅電器，難度就好似今日你要說服一個習慣用 iPhone 多年嘅人去轉用 Android 電話一樣。但係咧，松下幸之助信佢，井直穗男咧，亦都冇令佢失望嘅。呢個17歲嘅後生仔帶住幾件樣板，每日穿梭喺東京嘅大街小巷。根據歷史記載咧，佢成為咗一個傳奇式嘅銷售員。佢唔係靠花言巧語，而係用行動同誠意，逐個去說服啲睇落好冷漠、好有戒心嘅零售商。佢嘅成功唔單止係賣出幾件產品咁簡單，佢打破咗當時日本商界嘅地域隔膜，為松下電器打開咗全日本最重要嘅市場。由嗰一刻開始，松下唔再係大阪嘅牌子，而係全日本嘅牌子。呢件事充分證明咗井直穗男唔係一個普通人，佢有嘅係超乎年齡嘅膽識同毅力。第3章，由 sales 到 CEO 咧，松下嘅代理人。東京嘅成功之後，令井直穗男喺松下公司內部嘅地位越嚟越高。佢唔再只係一個衝鋒陷陣嘅 sale，
而係開始建立銷售網絡、訓練團隊，成為一個真正嘅銷售領袖。到咗1933年咧，從下行資助咧推行咗一個影響深遠嘅改革，叫做事業部制。佢將公司分拆成9個獨立運作嘅部門，每個部門都有自己嘅主管，有自己嘅經營權。目的係咩？就係要培養更多好似井植穗男咁樣有獨立思考同實戰能力嘅經營人才。喺呢次改革入邊，井植穗男被任命為第一事業部部長，負責當時最賺錢、最核心嘅收音機部門。呢個職位咧，相當於今日一個大集團嘅分公司 CEO 嘅。佢要管嘅已經唔再只係銷售，而係產品開發、生產、成本控制等所有經營環節。而且咧，喺1920到1930年代咧，從下行資助嘅身體其實唔係咁好，經歷過幾次比較嚴重嘅健康問題。喺佢唔能夠親力親為處理公司日常事務嘅時候，邊個係佢最信得過嘅代理人？就係井植穗男。井植穗男坐鎮公司嘅營運中樞，為姐夫分憂解勞，做出重要嘅商業決策。試諗下，一個由17歲就跟住你一齊打天下，為你開疆闢土，又有經營才能嘅親人，呢份信任係幾咁深厚。井植穗男唔單止係松下嘅妻舅，佢更加係從下行資助喺事業上最信賴、最倚重嘅左右手。呢段經歷亦都為之後嘅故事埋下咗一個重要嘅伏筆。第4章呢，戰爭、責任同埋犧牲精神呢，時間轉到1945年，日本戰敗，盟軍總司令部開始清算財閥。日本戰前嘅財閥係指由特定家族以控股公司為中心，控制旗下銀行、商社同各類企業嘅龐大集團。佢哋同政府關係密切。去到2次大戰時期，財閥更加積極參與提供資金、武器同後勤支援。松下電器因為生產過軍用品，從下行資助被列入公職追放名單。公職追放咧係指名單內嘅企業高層甚至社長必須解除職務，離開佢自己嘅公司。於是乎咧，從下行資助面臨被踢出自己創辦嘅公司嘅危機。喺呢個生死存亡嘅關頭，井植穗男再次挺身而出。佢以公司經營者嘅身份向盟軍總司令部攬晒所有責任上身，然後毅然辭職。呢一次佢唔係為咗自己嘅前途，而係為咗拯救姐夫同成個松下電器。跟住落嚟發生嘅事，更加係日本商業史上嘅一段佳話。松下嘅工會竟然發起咗超過15000人嘅簽名運動，要求盟軍總司令部允許留低佢哋嘅社長。呢份來自基層嘅強大民意，可見得從下行資助喺公司入邊深得民心，最終令盟軍總司令部改變主意。1947年5月，從下行資助得以重返社長之位。而為此犧牲嘅井植穗男呢，從下行資助冇忘記呢份恩情，佢將當時最賺錢又非常渴市嘅單車發電燈業務無條件咁送俾井植穗男，作為佢創業嘅第一桶金。1947年45歲嘅井植穗男喺大阪守口市創立咗三洋電機製作所。三洋即三大洋咧，代表住咧佢想將產品賣到全世界嘅夢想。一個關於情義犧牲同報恩嘅故事，就咁樣催生咗一個未來嘅家電王國。第5章嘅充滿溫度嘅創新。三洋早期嘅成功離唔開兩個充滿創意同人情味嘅產品。第一個係1952年嘅 SS52 塑膠收音機，喺大家都仲用緊又重又貴嘅木殼收音機時，三洋改用塑膠，傳統收音機成件木頭，咁又笨重又難睇，而改用塑膠，成件產品即刻變得又有現代感又價錢平，所以市場反應極之熱烈。第二個呢，就係更加經典嘅1953年推出 SW53 愛妻號洗衣機。點呢個名點嚟？因為井植穗男呢，見到自己太太冬天洗衫洗到對手又紅又腫，佢決心要將太太由繁重嘅家務中解放出嚟。佢設計嘅噴流式洗衣機用水流溫柔咁洗衫，唔傷衣物。呢部售價28,500日元嘅洗衣機一推出就大受歡迎，完全點中市場需要，令三洋喺2年內就成為日本洗衣機市場嘅 No.1。
可見得井直穗男無論對市場觸覺抑或領導開發能力都係第一流人才。第6章呢，三洋黃金時代，1970到90年代呢係三洋嘅黃金時代啦。佢哋嘅錄音機、錄影機、雪櫃、冷氣機以襟用抵買嘅形象風靡全亞洲，特別係香港同台灣好多家庭嘅第一部電器都係三洋。其中喺1970年代，三洋最出色嘅產品就係卡式收音錄音機，即係由愛華發明收音機同卡式錄音機二合為一嘅 Radio Cassette Recorder。三洋沿用襟用抵買嘅作風，唔係主打最高階嘅音質，而係以極高嘅性價比、可靠嘅質量同大眾化嘅價錢取勝。所以三洋嘅卡式收音錄音機銷量僅次於 Sony 同 National， 亦即係當年未統一品牌名稱前嘅松下 Panasonic。但係同時咧，三洋亦都一直活喺大哥松下嘅陰影之下。喺電視機呢類核心產品上，三洋好難同松下正面競爭嘅。於是咧，佢哋選擇錯位競爭策略，主攻中檔市場同海外市場啦，避開同松下嘅直接衝突。呢個聰明嘅市場定位，令到三洋嘅海外業績亮麗。第7章，數碼時代嘅迷失，點解會失敗？進入2000年代，時代變啦，三洋亦都好努力咁轉型。例如，三洋喺2003年推出嘅數碼相機連攝錄機，設計非常前衛，例如直立式手柄，又輕又防水，喺剛剛起步嘅數碼相機年代，深受年輕人歡迎。但係點解最後都係失敗告終呢？有幾個致命原因。第一個原因，錯誤嘅巨額投資。喺2000年代初，三洋睇到液晶電視同半導體係未來，於是投入巨額資金去發展呢兩項業務。但係佢哋忽略咗一樣事，呢兩個戰場唔係日本企業嘅主場。喺液晶面板同半導體領域，南韓嘅三星、LG 同埋台灣嘅一眾廠商，憑住政府支持同龐大嘅生產規模，可以用極低嘅成本生產。三洋雖然有技術，但係咧佢哋垂直整合嘅生產模式，即係由頭到尾都自己做，成本太高，喺價格戰面前完全冇還擊之力。呢啲投資最後血本無歸。第二個原因，天災嘅打擊。2004年10月，日本咧發生新潟大地震。三洋喺新潟原有一間非常重要嘅半導體工廠喺地震中受到嚴重損毀。最慘嘅係公司冇買地震保險，超過500億日元嘅損失要自己硬食。呢次天災對已經喺轉型中掙扎嘅三洋嚟講，無疑係雪上加霜。2005年，公司錄得1715億日元嘅巨額虧損。第三個原因，錯失全球化嘅節奏。當全世界都喺度學習點樣利用中國大陸同東南亞嘅低成本勞動力時，好多日本企業仍然沉醉喺日本製造嘅光環入邊。佢哋追求100分嘅完美品質，但市場其實只需要80分嘅品質同埋50分嘅價錢。三洋亦都犯咗同樣嘅錯誤，未能及時調整自己嘅高成本結構。第8章，最後嘅光芒。喺一片愁雲慘霧之中，2005年11月，三洋推出咗佢哋最後一個，亦都係最光輝嘅產品，就係 Analog 低置放電充電池。傳統充電池當充電完成後，即使唔用放喺度，電量亦會隨住時間慢慢減退，咁就可能令到用家想用充電池嘅時候，先突然發覺原來冇電。呢個產品解決咗充電池自然流失電量嘅千年難題，結果大受歡迎，成為三洋技術實力嘅最佳證明。但係一兩件明星產品咧，已經救唔到成個帝國。年年虧損嘅三洋已經翻雲覆蜀。呢個時候咧，當年嘅大哥松下再次出現，佢哋睇中嘅正正就係三洋喺充電電池，尤其是電動車電池領域嘅先進技術。2009年12月，松下宣布收購三洋，一個充滿戲劇性嘅歷史輪迴。當年井直穗男為拯救松下而離開，60年後松下為咗自己嘅未來而吞併三洋。2012年4月1日成為一個標誌性嘅日子。
從嗰日起，松下原則上喺日本國內及全球大部分市場正式停止使用三洋品牌。雖然話停用，但係松下都知道咧，三洋呢個幾十年嘅品牌喺東南亞同海外仍然有好高知名度，所以松下將三洋嘅雪櫃、洗衣機等白色家電業務，以及喺東南亞四國喺銷售網絡出售俾中國海爾集團。所以而家市面上仍然會見到由海爾生產嘅三洋產品。今日三洋嘅故事就嚟到呢度。故事係一個由情義開始，因創新而輝煌，最終喺時代變革中迷失嘅悲劇。井直穗男咧，用佢一生嘅膽識、毅力同對家人嘅愛，創造咗一個家傳戶曉嘅國際品牌。井直穗男喺創立初期嘅夢想，產品銷去三大洋，佢真係做到咗。雖然咧三洋已經成為歷史，但係佢嘅故事，特別係井直穗男嗰份為咗情義保護姐夫從夏幸之助免被公職追放而犧牲嘅精神，充分表演出昭和年代嘅人真正有情有義。多謝大家收聽今集貓貓研究所嘅節目，我係阿貓，我哋下次會再捐窿捐罅去研究另一間公司同大家分享，拜拜。